请问游水的姿势蝶式，伫咧台语会用倒一种动物来形容？会号做是虾米动物游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什么动物游？蝶式。嘿，他们就 OK 吗？救人好啊！伊还未画过吧？也未画过。我未画过。来什么动物修？嘿，动物囡仔未画过，嘿，救人，嘿，嘿，应该是海底啊，海底啊！豚呢？哦，海底啊游，海底啊修，这较困难，才5000。海底啊修，大家人拢会晓，你甲我讲困难。海底啊修，因为我无听过哦。哦，好来，海底啊游哦，咱来看下海底啊游对唔对？嘿，厉害！来分数，恭喜得到5000咯！好啊，因为咱的游泳自由式就是节泳，就是迄个掠高游，那咧掠得高；啊，参甲巴游就是蛙式，啊，刷了就是有迄个死囡仔体，哈啊，这个大家嘛有咧学，啊，毋过拢毋知叫做海底啊游，就像迄海底啊安尼，用跳的呢。嘿，安尼用跳的。